近年有好多歐美國家嘅小學都有引入靜觀冥想呢個課外活動，喺亞洲地區亦都開始有學校鼓勵小朋友冥想。小朋友冥想有咩好處呢？小朋友冥想最大嘅好處係幫佢哋從細個開始學識去管理自己嘅思想同情緒，就算發生咩事唔會過分反應，而係去多啲觀察，將注意力擺返喺內心，唔會因為小小事就心散，分散咗注意力。亦都有研究顯示，如果小朋友持續做冥想，仲會對周圍嘅人更加尊重同埋有同理心。所以冥想對小朋友整體嘅身心靈成長有好多好處㗎。呢個網上課程嘅冥想練習，大部分以講故事形式，令佢哋用想象力去思考一啲情景，增加參與性同埋投入感。如果小朋友讀緊小學1、2年班，有家長陪同一齊冥想嘅話，就更加理想，可以增強親子關係。如果已經係小學5、6年班呢，就唔使陪佢哋啦，反而要俾一個安靜嘅空間，等佢哋同內心聯繫，學習處理自己嘅思維。對於小朋友嚟講，投入一個冥想係容易過大人㗎，因為佢哋冇咁多既定嘅偏見等等嘅心理障礙，可以好自然開放去接受新事物。小學生靜觀冥想網上課程一共有35個靜觀冥想練習，幫小朋友舒緩壓力，達至唔同效果。當中區分咗7個系列，等我逐一介紹下，分別有集中精神、增強自信心、提升想象創意、放鬆情緒、舒緩返學壓力、正面思想同埋改善睡眠。小朋友嘅成長每一日都有改變，有時快啲，有時慢啲，可以就住佢哋嘅速度睇依做唔同練習㗎。一經訂購可以無限次數，喺中意嘅時間隨意做各個練習。想喺仔女嘅成長入面送一份令佢哋畢生受用嘅禮物，而家就 click 下邊條 link 訂購啦。我哋喺小學生靜觀冥想網上課程再見，多謝。